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新年的第一次来了虾库吃龙虾，必定2026大家会红红火火。又遇上了米神节，我们虾库推出了龙虾久违的味道。每一年大家都知道，要吃小龙虾在南康去哪里？在虾库，因为这里品种也多，味道又好。像这里的现在的虾，每一只都是活虾，来自湖北潜江的龙虾。这个是泡椒的、蒜蓉的，这里还有10几种口味，还有全虾宴。所以，在2026女神节的日子，赶紧带上你那个女神来虾库吃一顿小龙虾。看一下这样一份的泡椒小龙虾，136原价，今天给兄弟姐妹们干到直接96，是不是力度拉满？就这几天要来的。赶紧来！